文化部佇咧空中國家文化基地推出展覽，甲台灣看做一隻飛行機，回顧2009到80年來的經歷。特展單位閣邀請台語顧問甲郭音老師推出台語導覽，來紹介戰爭甲威權時代的歷史。1945年台北大空襲的地點，就是咧即馬總統府的附近。地圖卡用導演的畫面配合地圖，佮結合聲音甲沉浸式空間的設計，互觀眾感受戰爭的空襲。這是文化部咧空中國家文化基地推出的展覽。Good luck 台灣，甲台灣看作是一隻飛行機，做伙來回顧二戰了後到當80年來這段飛行的旅途。台灣這個島嶼，我們在這80年來戰爭結束了，可是歷史一直不斷的在往前走。在這個國家，在這個島嶼上面的人民，過去這80年來，我們怎麼樣很堅定的就像一台飛機這樣子，不斷的往自由的方向飛過去。2012年，轉型正義委員會甲過去的空軍總司令部，也就是即馬的空中國家文化基地，定做停輸無正義的不義遺址。文化部表示，這個古蹟的修復有保留迄當陣關押政治犯的押房，即馬已經變做展覽的空間。策展單位也特別請台語的顧問甲郭音老師來鬥相共，推出台語的導覽，互參觀的民眾認捌戰爭甲威權時代的歷史。台語也像是台灣人的共同記憶，那其實用台語去訴說我們每一個展覽的故事，也會讓這80年來我們共同經歷的回憶更有溫度。台灣的代志嘛是要互台灣囡仔知影。我來講甘露水的故事，伊就後尾就甲我們講，較早是政府攏咧想啥？我想無呢，我甲講我嘛想無啊。但是你即擺會使佇遮畫圖，你都愛感覺足歡喜的。策展人也表示，英語的 Good luck 是飛行員咧起飛的時陣會對因講的一句話，祝福一切順遂，聽起來甲咱台語的 Good luck 真相像。所以特別甲展覽號做 Good luck 台灣，傳承台灣人 Good luck 打拼的精神，也希望台灣這台民主的飛行機，通繼續飛向自由。記者郭友基、王志光台北報道。